好，安尼今日欢迎大家今日来人生故事分享会。我先大概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活动是咱台东台记社所举办的。台东台记社是由我阿东和阿英做伙，伫去年时阵想出这个活动，希望讲会当互更较侪少年人还是学生会当有机会。有机会会当讲台语，用台语来开讲，还是分享故事安尼。我是阿东，我目前是一定大学毕业，我即马伫国校咧教台语安尼。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讲，伫即个 Google Meet 内底，迄个开讲室内底有2个连接。头一个连接就是咱的北方，伊。你记入起来会当直接打你的名，简单介绍你家己。伫顶头遮你会当背过，甲背过后一页会当看到今日分享者伊的主题、伊的内容。空白的所在就是会当互你等下打字条伫遮，就是算老话，还是要问问题拢会使这是头一位讲者，就是第2位分享者安尼。好，这是头一个连接。第2个连接是咱的北方，毋是北方，就是迄个强编的 Word，就是这个就是主要互大家伫过程当中，恁若咧听大家咧开讲的过程，有听到啥物较特别的台语，你想要甲记落来，还是你好奇讲，话术伊要来讲成台语，要来翻做台语，伊当先甲记落来，咱会当留伫上尾和大家来做讨论安尼。互大家有机会当来清楚学台语。好，大概是安尼。以上，刷来换阿英，只要看来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阿英。我即摆伫交通大学咧读册。我是一个足无用的大学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即个活动。好。刷来，咱来有请后一位来简单自我介绍。你若是无方便，你甲我讲，咱就跳过要紧。好，头一位来请娟啊六，你敢有方便咱简单自我介绍一下？若要讲话，爱记甲麦克开哦。娟啊，无伫个。好，不要紧，咱来线来换后一位是嘉玲是无？李嘉玲，敢是安尼？嘉玲到底诶？好，第三者嘉玲到底诶？无，不要紧，咱来线来换 Alex 好 ，Alex， 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号做 X，我是嘉义市人最近咧帮即个中正大学传播所的研究生，甲伊斗翻即个日语的资料，安尼。好，多谢。好，感谢。再来换洪怡君，洪怡君，怡君到底？有伫好，请你简单自我介绍。我叫怡君，是台中人，读情艺。对。好，欢迎。好，安尼咱再来换后一位是换天雄。大家好，我是尤天雄，我是桃园武林高中的学生，最近伫咧准备大学的面试。你是一定3年啊，是无？是啊。足紧。再来，咱来换一位是换 Man。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dy， 你嘛会使叫我 Man。我是香港人，我学台语差不多2年啊。今仔我就是来听大家讲台语尔，所以我就是来训练啊。讲了袂歹哦，赞，好，欢迎。先换朱红。
大家好，大家晚安吼，我是朱子宏，我即阵伫台北市的中国医药大学的附设病院的心德分院吼，有一个兼任吼，逐礼拜五下晡吼，我会开一部的这儿童吼囡仔的这类分泌科的门诊吼，这是一个有线的台语有线的门诊吼。我遮久啊吼，嘛会咧学这海陆腔的客话，吼诚趣味，吼啊有咧会晓讲客话，嘛是会当来交流啊，多谢啊。我嘛有咧学哦。哦，袂歹袂歹。咱出来换后一位朋友是哇，拄好离开，我当面请江照。好，不要紧，等下若有时间，若有机会，甲请伊补介绍呢吼。好，安尼煞来，就要开始咱今日的分享。今日有2位讲者，每一人差不多是13分钟分享伊的故事，然后差不多7分钟，互大家问问题安尼。好，安尼煞来，电话交互阿英来介绍。好，今仔日的头一位分享者，伊号做廖星浩啊。伊是拄毕业伫个中教大台语系，啊，伊即摆是就是伊即摆是伫台北迄我看觅哦，台北的台师大咧读册，啊，毋过伊即摆是休学，因为伊拄去实习了，啊，伊讲伊今仔日是要来甲大家分享，伊是安怎会行入台语教学即条路，还佫有伊毕业，台语系毕业了后会当创啥物，还佫有伊目前因为伊拄实习了嘛，所以伊想要甲大家分享讲台语伫目前的教育的环境是安怎。好，啊，即摆就欢迎星浩。好，安尼敢有声？安尼有。有啊。哦，有声好。啊，我来开这个荧幕。好，安尼敢有画面？安尼敢有画面？有，安尼有哦。哦好，安尼我就直接开始。好。好。大家好，我叫做廖先浩，但头拄仔阿英有甲我简单小解者啊，恁会使叫我先浩，也是叫我的绰号啦，就是平常时学生拢会叫我小莫老师，就是叫我小莫拢会使。啊，我的朋友嘛是会叫我小莫，哦，安尼听起来较亲切啦，对我来讲较亲切，哦。啊，今仔日我想要甲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是啊，台语其实是一个意外啦，台语其实是一个意外。好，啊，伫进入今仔日的主题进前呢，啊，我等下分做这3个部分来甲大家做一个分享啦。啊，第一部分是我会先搁较详细的自我介绍啦，自我小介。啊，第二个我会开始讲我这进入台语系这意外的开端啦，是安怎讲是意外的开端？我等下讲。啊，第3部分就是我伫实习的时阵啊，我伫教学现场所看到、所拄到的这台语甲教育的出现的一寡问题，来甲大家做这个分享安尼。啊，刷落来就开始第一部分自我小介，自我小介。啊，这是我，好啊，我叫做廖先浩，我是一个宜兰人，所以恁等下听我的分享，我会用我会用宜兰腔咧，甲大家来做分享啊。但是恁毋免烦恼会听无啦，就是若是拄着有特别意思的话，我会用普通腔，还是用华语来甲大家搁讲一摆，好安尼啊。后拄有讲到，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系毕业，去年拄毕业。今年原底是要去读这台湾师范大学的台湾语文研究所。
因为伫实习的关系，所以即嘛是休学。休学的期间，我是伫咧宜兰的公正国小来做即个实习的老师安尼。我伫2月的时阵拄实习结束，即嘛有闲的时阵，学校会请我去学校代课安尼。好，这2张相片，倒边这张相片是伫我教学演习的时阵，教学演示的时候啦，就是因为即嘛，教育所推崇的是，以学生做主体嘛，所以伫我的教学内底会有真侪即种，互学生家己讨论，家己，有发表即个家己的想法的即个活动啦，安尼。中即张相片呢是阮学校伫，若是有较大的节日，就是比较大的节日，拢会有这较大型的这活动啦。因为阮学校是一间真大的学校，即张相片是圣诞节的时阵所翕的，我迄天是伫顶头做即个主持人的工课啦，即个活动会请阮学校国小的小朋友来上台来做即个表演，有什么弦乐团还是合唱团这来表演，我伫内顶做即个主持人的活动安尼。好。刷落来，我来讲一寡我的经历啊，我的一些经历。好，我较早得过这全国的心算第1名，佫有得过这宜兰县，佫有全国语文竞赛的二音二行，毋是台语的，是华语的二音二行，有得过全国，今年是优等啊，今年得过优等除了这二音二行以外，佫有甲电脑所相关的，就是大家应该拢听过英雄联盟啦吼，应该拢有听过啦。好，都是有全国的英雄联盟校际杯的校内的冠军啦。佫有跑跑卡丁车，应该拢有听过啦吼。跑跑卡丁车中区的第2名安尼。是安怎要甲大家分享这个经历，就是要甲大家讲吼。这个经历其实拢甲台语是差较济，都是甲台语是无啥物相关的啦。所以安尼就会使进入咱今仔日的主题，就是台语其实是一个意外啦，台语其实是一个意外。刷落来就是要来甲大家分享讲这意外的开端，意外的这个开始，进入台语是这个意外的开始。好意外开端呢，会使用2个字来形容就是背骨就是比较的反社会，华语就是比较反社会的意思是为什么是背骨？这就要对我的国小开始讲起我国小甲高中的时阵我的成绩拢是全校的前几名我迄当阵读的国小甲高中拢是宜兰县数1数2的学校迄个时阵我拢是全校的前几名但是伫我国中3年的时阵呢，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就是是安怎我要照这个台湾的教育的制度来读册因为我认为学习应该是爱家己愿意去学的才对，所以自迄个时阵开始我就开始放弃我无介意的科目，我不喜欢的科目就是放弃英语。即头我介意的华语华语地理国语地理等等一直到高中拢是安尼，所以我的学测甲指考、学测跟指考啦，成绩拢是无真好的，就是没有很好后来我厝的人佫甲我讲一句话啦，就是讲只要我会使读国立的，就会互我一台电脑所以最后我就甲国立分数较低的学校拢总选起来就意外来进入这台语系，中教大的台语系，但是我并无认为讲台语系就无好，只是伫台湾即马的社会内底，就是台语系分数确实是
较低啦。啊，毋过因为即马国中甲高中要开始推即个本土语言的课程，所以第一系分数可能会较又较悬，一丝啊嘛无一定，我嘛毋知影。啊，最后就是进入这台语系嘛。啊，毋过一开始啊，我拄入去的时阵，我是无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啊，所以我就一直去考这个转学考，一直去考中兴大学啊、中山大学，但是拢差1分、差2分，就是最后是失败啊。啊，不得已只好接受这个事实，啊，乖乖踮伫这台中教育大学安尼。好，啊，这是我这个意外的开端。啊，过来就是嘛是爱接受这个意外嘛。啊，接受这个意外了后，就随出现第二个意外，就是踏入这个教育，啊，因为虽然我读的是台中教育大学，但是并不是讲大家拢有这师培生，就是不是大家都是有这个师培生啊、师资培育生的这个资格，只有面试也是考试通过的人，以后才有可能会使来教册安尼。啊，我一开始啊，并不是这师培生，是因为迄个时阵啊，我其实是去陪考啦，陪一个人去考教育的学程，去陪考教育学程。啊，因为伊就甲我讲啊，就是飞机，我以后嘛毋知影要创啥嘛，所以就规去陪伊去考。啊，安尼以后佫会使做伙上课啦，安尼。啊，落尾我就答应要陪伊去考。啊，毋过虽然讲是要考试啦，迄当就是毋过虽然讲是要考试，但是我迄个时阵我完全拢无咧读册，就是有一种有调就调，啊无调就准拄煞迄种感觉。啊，最后竟然无细字去互我考掉啊，啊，就开始我的教育的这个人生啊，安尼，嘛只好接受这台语系的事实，啊，佮有这踏入这个教育的这个事实，安尼。好，啊，这是接受意外。啊，最后伫大学的最后2年的时间，我这个意外咧变做是一种望啦，变成是一种希望，一种盼望。啊，是安怎会变做望咧？就是讲，因为大学上课的时阵，因为中教大学台语系是用全台语来上课的。啊，伫上课的时阵咧，教授若是有拄着这特别语词啊，拢会特别问我讲宜兰腔是要安怎讲，就是问我讲宜兰腔要安怎讲。好啊，譬如讲我边仔所写的这第一个是懒惰的意思，就是普通腔是讲笨蛋还是笨蛋拢有啊，宜兰腔较特别是讲笨蛋啊，佮有第二个是煮饭，普通腔是讲煮饭啊，但是伫宜兰腔是讲煮饭。啊，第三是华语是洗澡啦，啊，台语是洗身躯，啊，阮宜兰腔是讲洗婚书，啊，最后一个约会，啊，普通腔是讲约会，啊，但是宜兰腔较特别是讲约会，啊，其实宜兰腔讲有真侪即种无共款的讲法，啊，所以迄当阵呢，我就发现这宜兰腔的特别，就开始想要来决定来保存这宜兰腔啊。佮开始推广这个宜兰腔安尼。啊，伫这大学毕业进前呢，阮有一个毕业专题发表的这个活动啦。啊，迄个主题会使家己选，啊，我就选择做这个宜兰腔的调查安尼。啊，迄个时阵呢，我开一个夏热，普通就是讲夏热，就是暑假的时间，来访问讲访问啊。宜兰在地乡亲啊，去比较讲迄这宜兰腔语音的语音啊的差别啊，最后写做一篇论文来发表安尼。啊，然后我阁有伫我的 IG 啊，时不时甲大家分享讲宜兰腔的台语啊，有时阵嘛会分享讲普通腔的台语，也是讲这各地方音差的这个台语安尼。啊，目的就是为着保存这宜兰在地腔口，甲
保存这台语，互大家知影安尼。好这张图是我去年毕业专题发表做的这个海报啦，做的这个海报。这是我伫 IG 顶头有时阵会甲大家来分享这特别意思亲像讲这张图顶头明天的台语嘛，普通腔是讲明仔载如果是合音就是讲马仔但是伫宜兰腔较特别。宜兰腔的明天是讲寒仔仔，还是讲夏仔，拢有这我就是会伫 IG甲大家分享这较特别的意思啦，宜兰腔的意思安尼。最后我常常会甲别人讲吼，就算讲全宜兰拢去互普通腔同化去，就是宜兰人都不讲应该腔，但是我嘛要做最后一个讲宜兰腔的人，安尼我也要做一个讲宜兰腔的人。边这是我的 IG 啦，边这是我的 IG， 若是有兴趣的人会使去我的 IG 顶头看我的那个典藏那边的限时动态内底拢有我较早有发过的一些台语的一些介绍，这样好所以最后。这个意外就变做这个一个梦啦，变做一个梦。好，刷落来，好，讲完这为什么我会进入这台语系到最后变做一个梦了后，我即马要来甲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伫实习的时阵所看到的台语甲教育所发现的一寡问题啦，好第一个就是讲，我伫现场发现讲，囡仔就普遍认为台语无重要，因为就是比起英语甲华语来讲啦，就是因认为台语是较无重要的一个语言举例来说啦，就是阮班有一个学生啦，伊是伫班上拢是第一名的。就是华语英语拢真好的学生，但是若是台语课的时阵伊念课文的时阵念甲哩哩啦啦，而且佫听无啥有台语安尼我就问伊讲是安怎无爱学台语，无爱认真学台语啦伊就甲我讲，非伫台语以后嘛无，就是找头路嘛。无重要，所以因就认为台语无学嘛会使就是听到这个讲法了后，我是感觉就比较心寒一点啦，所以过来就是学校的老师认为台语来结合这个课程是一个困难伫前一阵嘛，我伫学校开这教师晨会，在学校开教师晨会的时候。我有听到学校伫咧讲，若是有老师有愿意做这个台语的沉浸式教学沉浸式教学就是说，因为现在有在推那个英语的双语教学，就是用英语来教这体育，还是音乐，用英文来教那个体育或是音乐台语嘛想要做这个所以就有这一个类似补助，一个补助啦，就是讲你若是用台语来做这个沉浸式的教学的话，伊会补助10万块。但是我迄个时阵我就听到边的老师伫咧讲，就是因认为讲啦，用台语来上这个华语加这数学，因认为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不过我是认为讲啦，沉浸式的教学。其实毋是讲一定爱100%来讲这个台语，但是会使用一半讲台语，一半讲华语的方式，其实嘛是会算是一个沉浸式的教学所以我感觉讲，其实用台语来结合这华语甲数学，毋是一件真困难的代志，只是看老师有愿意来做这个任务安尼就是看个人的意愿
好。啊，过来，我认为讲学校就是欠缺这少年的、较少年的台语老师。其实恁会使看这六都，其实大家想看卖家己国小的时阵，台语老师是毋是都是年岁较大的？啊，六都以外的县市，其实这个问题会更较严重。原因就是讲，六都以外的县市因开的台语的课啦，就是开这个台语缺是非常的稀少的，所以就会造成这第四个问题。台语老师无法度引起这学生的学习动机，因为台语老师年岁拢真大嘛，啊，学生的就是较少的，啊，这中的年龄就会差真济，啊，差真济的话，就会老师讲话就无法度去引起这学生的注意嘛，啊，就会互学生认为这台语真无聊啊，台语就无重要啊，都真无聊啊，都无想要学啊，安尼，所以这就是伫我实习的时阵啊，伫学校所看到的一寡台语甲教育出现的一寡问题啦，安尼。啊，最后虽然这几档的台语啊，有豆豆仔去互这民众来注意到，譬如讲，前几档台语电视台的成立啊，啊，佮有今年要开的国中甲高中的台语课变做必修等等。啊，毋过台语伫即摆社会啊嘛，算是讲这个弱势，就是还比较弱势啦。所以毋管是少年人还是老一辈的人啊，希望就是拢会使互这台语来继续来生团，就是继续的发展下去啊，继续来发展，就是继续的萌芽啊，继续来成长，继续的成长。啊，我今仔日的分享啊，都到这啊，多谢大家啊。等下若是有人有问题的话，会使来提问啦，就是可以来提问、来提问安尼啊。我今仔日的分享就到这啊，多谢大家。好，多谢新科的分享。啊，即摆大家咱自由来甲伊发问，会当甲伊问问题。你若有想要问问题，你会当试下骹迄个举手的列图大家讲想要问新科啥物关于伊的台语教学啊，还是较早的教育学程等等，拢可以。好，阿英请讲。我想要问讲，因为你是伫你的故乡来实习嘛，啊，我想要问讲，你咧教学生仔的时阵，敢会用宜兰腔来甲学生仔讲话？哦，好，这我其实伫学校的时阵啊，我有听阮学校的台语老师，我其实拢会去听阮学校的台语老师伫咧上课。啊，我会去听因上课时阵会讲啥物腔口。啊，我先讲我发现的，再讲我家己。我发现就是讲，因为因就是会有这江专栏嘛，状况出现，就是混合腔啦。但是其实，嘛是有真侪宜兰腔，毋过因嘛会出现一寡台北腔，也是泉州腔才会腔口。只是较少啦，啊！伫下课时阵，我会去甲这台语老师建议讲，就是搭一种语序应该念宜兰腔安尼较好。啊，我平常时伫教学的时阵，若是有拄着要，其实我也不是随时会在教室讲台语，嘛是甲囡仔嘛是讲华语为主啊。毋过若是要讲台语的时阵，我会用转换做这全宜兰腔的方式来甲这的囡仔来讲话啊，我会甲因讲，譬如讲就是前一阵仔我嘛有教这台语囡仔的台语朗读，学校内的台语朗读啊，因互阮的音档若是这普通腔的音档啊，毋过我就无爱用这因互我的这音档，我会就是
用我的宜兰腔来教遮的囡仔讲，阮伫宜兰是爱用啥物腔口来念安尼才对，安尼啊，我会叫因用尽量用宜兰腔来念安尼。哦我想要问讲，遐诶台语老师主要拢是有意识要来应该是讲因是无意识想要用普通腔，还是讲因是感觉讲惊伊囡仔听无，所以才用遮个普通腔诶。因应该是无意识到啦，就是他们是没有意识到他是在讲宜兰腔还是普通腔，因都是用家己同自然的一个腔口来念互遮个学生囡仔来听安尼。啊，但是伫我甲因讲过了后，因有去注意到这个问题，啊有豆豆仔来解这个江专南这个问题啦，就是有豆豆仔变做全宜兰腔来教台语，这样子。所以其实老师是支持会当用家己的腔口去教囡仔的。是，即马就是台语老师就是会用在地的方言啊来教遮个囡仔台语安尼。好，安尼我了解，多谢。好，敢阁有其他人想要问任何问题？大家想要问问题，还是想要留话，嘛当搭伫迄个白板内底吼。好，请庄德请讲。你是住宜兰的倒位？宜兰的罗东东山。溪南就对啦。溪南，所以我的腔口是较我溪南的腔口，我知影溪北的腔口有淡薄仔无共。好。好，大家讲阁有其他问题？我来小可插一个话，头拄听上有放一个小论文放伫开讲室，大家嘛是会使去看卖咧。迄是伊写的小论文。关于着台语教学的部分。好，安尼敢阁有其他问题？我阁问一个好啊。好，你讲。我想要问讲，即摆宜兰的囡仔，国校的学生，因敢要拢听有，还是嘛听无啥有？因为我会安尼问，是因为我感觉宜兰应该比大都市的遐囡仔较敖讲一丝仔，所以我想要知影宜兰即摆囡仔到底状况是安怎？宜兰即摆的囡仔大多数啦，几乎是全部，就是全部拢搁听有台语，但是要叫因念就较困难，就是听拢是听有，但是念就较困难啦，安尼。所以是有法度用全台语上课的，除非是较困难的事，才无法度安尼啊。我伫上课的时阵是会用华语甲台语来相套难嘛，其实用全台语因嘛是听有，只是接受的程度会较低啦，安尼。对。囡仔敢会接受台语的字，敢有法度接受？因就是认为台语字就是较困难，就是为虾米不爱写华语字就好啊？因心内是安尼想啦。安尼，我要问讲，其他的老师敢会认真咧教台语的字，就是可能较高年级的学生敢会认真去教字？汉字的部分，我所看到的是较无，就是会教，但是毋是注重的，毋是伫汉字。因注重的拢是较我这罗马拼音这方面的，就是会教，就是入声啦，就是较重视这入声的部分。
考试的时阵嘛，较少在考汉字，嘛是考罗马拼音较济安尼。哦，对。啊，遐个老师拢是较有年纪的老师，还是其实嘛有较少年的老师？宜兰的台语老师，就是我细汉的台语老师，到大拢是迄几个，所以实在是真老，拢是真老的台语老师啊。所以才会出现我头拄仔讲迄第四个、第三个甲第四个这问题出现，对吧？就是拢是年岁较大的老师伫咧来做这个台语老师安尼。了解，好，多谢。多谢啊。即摆我的接触，会接触到的迄个台语老师嘛，是拢较老的。其他我的同事啦，我的同事嘛是拢做阿母的，做阿嬷迄种。而且少年台语老师足少的。安尼大家佫有其他问题，咱留伫迄个白板吼啊，等下先好，然后我都回答的，隔当转来回答呢吼。安尼咱刷来就先感谢新会的分享，刷来要来邀请后一位讲者来做伊的分享。后一位是咱的庄德，伊目前是读台北的师大附中，伊高二啊，伊之前伊有一个自主的学习计划，是要推广台语的部分。啊，伊嘛应该因的同学嘛做伙翕一个影片，是咧采访台北几间学校的高中生，因的台语听筒安怎？啊，伊嘛开始做一寡推广的计划安尼。好，啊，煞来伊就要甲人来分享伊的高中生活。时间就交互庄德。Hello， 我就直接开始哦。好，对。哦。等我一下。好，安尼敢有看？有，安尼有看到，会使。好，大家好，我是李宗德啊，我是即马是师大附中2年啊，我今仔日要来分享我的高中生活。今仔日我想要来分享2个故事，就是一个是我去，就是较拄阿东讲的，就是我高一的时阵去家访的家去推广计划的这个物件。第二个故事就是要来分享我2礼拜之前去宜兰一个庄开的国校啊去办一个营队的故事。好首先我想要来讲台语的故事，就是我本体是一个完全袂晓讲台语的人。应该讲我自细汉我是台北人嘛，我自细汉就是厝内的环境就是拢无咧讲台语的。我爸母因家己会讲，但是甲我袂讲，袂甲我讲就对啊。所以我自细汉就无啥会晓讲台语，我本地应该是完全袂晓讲啦。伫搁小4年仔的时阵，迄时阵有报名参加学校的台语朗读比赛。但是虽然我参加迄个比赛，但是我无真正台语嘛无讲较厚啦，就是虽然看有，就渐渐看有一寡台语的字，但是就是因为即个朗读比赛可能就是2篇文章安尼，互你转去练习，嘛会互你音档，
我就是一直听迄个音档，甲记起来，甲头识，就当去就台比赛啊，安尼就是其实无训练着啥物台语，我嘛对台语无啥物兴趣安尼，一直到国中差不多1年仔的时阵，迄时阵我参加一个野队，就是别个学校的野队啦。迄时阵我就甲一个同学开讲，伊是为家人来的，是家人人，我就甲伊开讲，我就开讲就问伊讲，你在台北上，感觉台北甲家人上大的差别是啥？伊就讲你感，我感觉来台北吼，就是我发现讲，大家拢袂晓讲台语哦，拢听无台语是啥呢？我就自迄个时阵开始，我就开始去思考，因为其实我的母语就是台语，应该讲我家己的本土语言应该会晓讲台语，但是为虾米我甲我的同学，拢无啥会晓讲咧？我开始思考即个问题。尾我就想讲，袂使，既然讲这是我的母语，我就来学一个好啊。对啊，所以我就开始学台语，我感觉应该爱会晓讲啦。我就开始慢慢学，定，甲阮厝内的人讲台语安尼。我就是看到啥物字啊，啥物词啊，袂晓讲台语，我就问我母啊，这台语安怎讲安尼？迄个时阵就是国中差不多2年3年的时阵，我开始学台语啊。阵我就有看即个YouTube， 我嘛有看 YouTube 去学台语，这是祝英台三声做爆米香的频道。迄时阵伊是拄出影片，拄开始出影片的时阵，迄时阵我就看到即条片，伊就咧讲，其实吼台语真紧就会消失去呢，就是无像我想的遐慢啦，就是足紧就会消失去。伊内底讲，其实50档了后，全世界毋是全世界，是全台湾上晓讲台语的，就是阮即end啦，阮即辈安尼。我就感触真深安尼。50档了后，就是我上晓讲台语的，就感觉我台语遮烂敢会使安尼，所以真正认真开始想要学啦，嘛想要邀请我的朋友开始学安尼，我就有看即个台语的 YouTube， 亲像公司台语台，我迄时阵就定听，逐工听公司台语台的新闻，定练习听安尼。过来就像高中来就是高中的时阵，我就是因为108课工有一个新的一堂课，叫做自主学习，就是逐礼拜三规个下晡，差不多3点钟久，拢是你的自由时间。你想要创啥就创啥，你想要你可能想要看电影学英文，你就去看电影。你家己会晓写家己的计划去做，安尼。迄个时阵，我想讲，这规个下晡的时间，我要来创啥呢？我就想着，我一直感觉爱做一寡代志的台语，安尼。所以我就想讲，无啦，我来推广一个台语好啊。所以我就开始伫阮学校做问卷调查，就是发在问卷，线顶的问卷，互大家写安尼。我就会问讲，
你敢袂晓讲台语啊？你台语敢好啊？为虾米你袂晓讲台语啊？你感觉台语是啥？你对台语的印象是啥？安尼，这是阮咧发迄个传单的画面。我是甲另外一个同学合作去做的。内底有一个就是我问讲，若是安怎，你会想要学台语，还是对台语有兴趣？迄时阵就足侪人写流行伫社群媒体，就是足侪人写即个答案安尼。我就想我敢袂当嘛做一寡代志去，就是伫 IG 啊、YouTube 顶悬啊有一寡话题啊，一寡物件伫顶悬，伫顶悬去推广台语，安尼大家敢会较会讲台语安尼。所以我就想讲，我就来做一个影片好啦。迄时阵拄好我有咧看迄个哈哈台的家访，就是街头访问哈哈台家访的影片安尼，我就想讲，我嘛会当做台语的家访吗？我就想讲，好，我就开始做，我就开始做台语的家访，因为我是师大附中的学生就是对别人来讲算是较有名的学校，安尼，就是所以我迄时阵我就想讲，我来做5校的台语家访，就是5校就是台北市5个较头前的学校，就是建中、附中、北一女，佮有成功跟中山，才会高中去甲家访，去甲访问安尼，去问因讲因台语的程度到倒位我会问一寡词啊，问一寡字问佮有个因翻译一寡新闻安尼。尾我就甲即个家访的内容甲做成影片，放伫 YouTube 顶悬，即摆有15000的点阅率，对，就是做一个推广安尼。伫影片的后壁，我嘛有放，就是我对台语的想法嘛，想要呼吁大家做伙来定定讲安尼。正手边这是我迄时阵的 IG。但虽然即马是无咧经营，但是嘛会当 follow 一下。后来就是即个组合室后来就有接受到警新闻台的采访，因就来采访阮组合室即个计划安怎做的你为虾米想要推广台语等等，嘛是就是采访就是嘛会当互佫较侪人知影我咧做诶代志嘛。正手边这是我迄个时阵就是学校就是大个学期结束了后，就会请紧一寡较组学习做诶较有比较起来较有意义诶，较有做诶较好诶邀请去伫甲全校诶学生演讲安尼。迄个时阵我就真幸运有即个机会去甲大家分享。其实这是我一直以来诶梦想吧，就是迄时阵我有看迄个阿华西嘛，就是足英才阿华西，伊嘛有去足侪所在去演讲嘛。我想讲，这是我家己心肝内的一个梦想，就对啦，会当伫
伫即个人面头前去呼吁我想要推广的代志，安尼。好，过来我就爱讲第二个故事，这就甲头前无啥关系，就是这是护栏服务员，这是我伫高中共款是1年仔的时阵参加的一个组织啦。啊，内底就是其实我定定上高中以后，我就定定咧想哦，就是因为我读的学校是台北市，我是台北人，啊我嘛读台北较好的学校，啊我就定定咧想，我受到的资源其实是毋是比别人佫较好足济安尼，还是毋是？亲像我较拄仔讲的迄个计划，迄个自主学习的计划，是毋是大家甲我同会同学拢会当有即个资源，会当去做遐济代志安尼？所以我就开始咧思考即个问题，所以我就迄个时阵就参加即个算是社团嘛，社团。我毋知，反正就是去参加即个物件，啊，就开始讨论啊。这是阮讨论的画面，阮是会去歇落来甲歇悬的时阵去宜兰的庄脚去教囡仔安尼。啊，这嘛是阮讨论的画面。其实阮准备差不多半冬外，就是一直咧准备即个物件，啊，设计课程啊，啊，佮有设计活动啊、游戏啊等等，啊，会当去营队的时阵，会当去教囡仔，啊，这就是顶礼拜，就是2礼拜之前，我去宜兰的大理国小。就是伫头城北平一个所在，啊去遐服务，去遐教囡仔安尼。啊，伫即个服务当中，我真正有足侪感触，就是其实因受到的教育、受到的环境的资源，其实就真正少咱足侪安尼。因为我伫营队顶内底，我一个绰号叫做铅笔，我遮名牌遮有写铅笔，就是鉛笔。啊，我伫我的名牌顶边，佮有写英文或者写 pencil， 是 pencil 尔哦。啊，但是哦，我发现讲。因为阮营队是有1年仔到5年仔拢有，国小1年仔到5年仔拢有，啊，但是敢若4年仔以上的囡仔才有法度读 pencil 这个字，就是对我来讲是最简单，我应该是，我感觉我应该幼稚园可能就会向这个字，但是对因来讲是，就是4年仔以上才有法度读。安尼就是对我来讲是最大的感触啦。阮就伫即个营队内底就甲因陪伴啊，就是陪伴因做一寡课程啊。阮去一个棉花糖实验，就是你爱用意大利面条，啊，你去起一个45公分以上的物件，啊，佮有这是这个图是我咧教因东亚的文化，就是日本啊、韩国啊、中国啊、台湾的这个文化安尼。啊，这是我做的一个大富翁，就是一个游戏安尼，就当互因哪算哪学安尼。啊，因为头前2个故事，就是一个是台语的自主学习，啊，另外一个是
护栏服务员去增加服务的做志工即个物件，所以我家己去报名，就是台新基金会的台新青少年志工精英奖即个，我就真幸运有即种安尼，就是这是选全国30个志工去总统府参访安尼，这是我甲副总统热情贴翕的相片，是安尼。结果来就是透过即两个故事，我想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讲，即个社会其实有足侪问题，甲足侪无好的所在，但是我想我是看到为虾米大家拢毋讲台语，我就去推广即个台语。为虾米即个教育看到教育无平等即个议题，我就去想要去透过家己的力量去改善安尼，就是所以我想要讲的就是若每一个人拢会当尽一份家己的心力去改变即个世界。就算你的力量是足细安尼，但是每一个人嘛会当做家己当做的代志，去改变即个社会或者世界安尼。好，我的分享就到这，多谢大家。那是 Q&A 时间。好，感谢总德的分享。大家即摆会当问伊问题。迄个 Alex 请举手，请讲话拍摄。Hello。请举手，我即摆手抓咧啊。我想要甲请教一下吼，这少年仔因父母。迄个阿爸阿母普通时因两个咧对话，敢会讲台语？再来就是讲，因的家族敢是本地就是台北市的人，还是讲是为中南部甲搬过的安尼？阿公阿嬷敢有咧，就是阿公阿嬷敢有最认真咧讲台语安尼？这个当讲就长。阮爸是台北人，因两个，阮母也是。台南人，台南的拉家，因平常时是差不多2/3甲1/3啊，就是1/3讲台语安尼，平常时的对话就是1/3是台语安尼，但是对阮囡仔讲话就是基本上拢是国语，但是自从我开始咧学，伊嘛有开始加甲我讲一寡安尼。我阿公阿嬷，我阿嬷是伫台北，伊嘛是会晓讲台语，但是对阮讲话嘛是定讲华语安尼。我外婆就是我妈妈的妈妈，遐边就是住台南遐，我就。我是迄个时阵想要认真开始学台语的时阵，我就真正想要，我就去台南遐住2礼拜，就去学台语，因为我外婆伊袂晓讲国语，就对我来讲最好就是一个沉浸式教育安尼，就是真欢喜会当去甲伊开讲。其实我感觉遐个台南腔足特别安尼。其实我阿嬷嘛是讲汉仔仔，真正。足特别，然后对，就是安尼。你讲汉仔仔是六家迄边的腔口是无？对，就是六家遐个腔口就是汉仔仔。因为我甲你讲一个是阿母咧合做外妈。外妈。阮外妈阮是台南客家迄边的人，伊讲的阮有带一寡漳口安尼。所以，也是你拄我讲的迄个汉仔，我是今仔是头一摆听到。好，多谢。听真正都特别，我拄开始完全拢听无。再来话朱旺请讲。食高啦，我是想要甲你说
恭喜啦！就是我本身嘛是台北人吼，啊，就是阮爸母嘛是伫我细汉的时阵，无特别甲我讲母语啦，吼啊，阮母是金门人，啊，毋过就是阮爸是外省人，啊，就是因两个人，就是做一个就是斗阵的时阵，因嘛是咧讲华语啦，嘿，啊，就是诚罕你有即个机会啦。我有一个问题吼，就是甲你问，就是你若是就是换倒转来，吼啊，你敢会怨叹你无伫细汉的时阵无甲你讲母语？嘿，我毋知呢，但是应该是惯势啊吧。我感觉就是阮母啊，嘛是来台北，食头路啊，嘛是嘛甲人讲话的时阵嘛是用华语啊。我感觉应该是就是因惯势讲华语啊，所以嘛无法度安尼。我采访的时阵嘛有采访到一个金门人，伊个腔口做特别。因为我问伊讲吹头门，啊伊是讲侧头门。对，做特别。好。阿英，你讲。我想要问讲，你迄当阵啊去互恁学校邀请去，去分享的时阵啊，我想要知影讲下骹的学生啊，有啥物反应啊？因毋知因有提啥物问题，还是讲有下骹因听的时阵是安怎？安尼。因为我全部拢是用华语讲的嘛，迄个演讲，但是因因为迄无法度问问题，迄是就是因为做侪人，所以迄是就是我讲了，就是后一位安尼啊。但是因有算是有认真听啦，就是一半的人算是有认真听啊，而且我嘛有放我的影片，我较拄啊无时间去放送，对，我嘛有放我的影片一点仔去互因看，因就较有兴趣，较趣味安尼，因就有笑安尼，就是才会反应啊，对。啊我尾啊，我有用台语甲伊好用安尼，我有问一个。啥物？我袂记得我问啥。咱讲较济咱家己的语言好毋好？啊，因有甲我讲好，就安尼。啊，我想要问讲，你开始做即个计划了后，恁身躯边的同学有啥物反应，还是会讲啥物？若讲着台语会看你，还是会想要问你，还是安怎无？有，一直拢是，就是讲着台语拢会看我，对，但是但是效果嘛是有限啦，就是对因来讲，就是无平常时无咧讲嘛是，就是看到我的影片，可能会甲我讲两句啊，安尼尔，就是嘛袂做有遮大的改变啦。了解。我想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感觉你足有才情的你敢有考虑过去迄种大学的特殊选材？我有考虑过，但是毋是我想要去特殊选材，但是就是想要去试看觅啦。但是我感觉足困难的啦。但是就是拢行看觅啊，就是哪准备学测啊，哪准备特殊选材啊。若特殊选材都有着奖啊，就会当在2月都有学校诶，我就会当一直算啊，对啊。安尼就会当去做家己想要做诶代志啊。对啊，我想要去壮游。
歹势，我阁有一个问题吼，就是讲你敢有决定讲你大学啊、大学想要考倒一款的系啊？其实我想要去社会系甲可能社工系吧，因为我是文组啊，我对商的物件就是我对商业的物件无啥物兴趣啊，但是阮厝内人是感觉我应该去读商的啦，我对法律嘛无啥物兴趣，所以我可能会去社会系，可能是去社工系，我毋知，但是我的我即摆一个想法啦，可能我本地嘛有想过，我可能会去啥物台文系等等，但是即摆我感觉应该就是去学台文，就是去钻研台文即方面，可能会放较后壁安尼。我有去考迄个检定，我敢若中紧尔。等下会歹啊，那是袂歹，对。就是讲，亲像我吼，我即摆是，就是四个是大人，就是算是安公阿嬷啊、外公外嬷个是啊，吼，就是无机会，佫会当录到因的声音，吼，若是就命吼，若有机会就会当退是大人录音嘛，吼，录音嘛，吼，就是诚好正办的代志啊，嘿，对。哦，对。我想要问你讲，就是你即摆迄个自主学习计划，还是你的台语推广计划，敢有继续咧做，还是有啥物？即摆自主学习计划是读书，即摆爱读学习对啊。了解。所以你嘛无，是你学习课了有想计划讲未来想要安怎做，还是有想要做哪款的活动安尼？台语即方面应该是讲，我有想过可能会开一个 YouTube 的频道啊，甲大家分享一寡物件啊，无一定全部拢是台语，但是可能会分享一寡安尼。可能学习了后有机会，但是我感觉即摆到5月才会放榜，我毋知才会放榜啦，就是时间就少诶，我感觉，所以上好是特殊选材就会上，但是我感觉足困难。我感觉我最爱看你迄落家访的影片，你若是后摆考试煞有用，会使阁继续做较济咧。若是讲你想要来新竹做家访，安尼嘛会使找阮做伙去做即件代志，阮会足支持，嘛会做大学的版本。对，阮会真支持恁，嘛会斗相共安尼。好啊，若有机会，更加等你到相共。好，安尼其他人讲佫有啥物问题？是我记毋着，我毋知，你是6月才会放榜哦。可能你迄年无一定，毋过阮即年是6月初才会。哦，了解。是可能疫情的关系。对啊。辛苦，希望。辛苦工的关系。希望大家拢会当考掉家己想要考的。加油！加油！少年的高中生。大家嘛无啥物若有其他问题，还是有啥物留的物件，会当留伫迄个白板内底吼，嘛当互分享遮因看呢。好，感谢今日辛苦个壮德的分享。好，安尼我感觉。即摆时间咱会当先来翕一个上座记录，所以若
恁若有方便，囝头有方便话，当写你先拍开，咱来迄一张相，大家做伙做纪念。哦，所以若有镜头方便的话，当拍开；啊，无方便不要紧咯。好，敢有人配动敢会使？配动还是挺挺熊？挺熊。背景较乱。哦，好，安尼咱准备好啊！1、2、3，1、2、3。OK， 感谢各位。啊，搁来说咱的后一个阶段是开放，互大家来分享各位的志工服务经验。哦，啊，你会当配你家己的相片，也是有其他的相关的资源，做来做分享，拢会使。好，啊，请问啥物人想要来分享伊的志工服务经验呢？还是个故事？大家免客气，拢会当来自由开讲分享。敢有人？大家个歹势。啊无我先来分享好啊，我先来简单分享一下。人伫倒位啦？人伫倒位？啥物人？要分享的人啊，伊伫倒位啊？哦，无，即摆时间是互大家做伙分享。哦。就是各位每一个人拢会使，恁若有家己的迄个志工服务经验，拢会使分享安尼。嘿。咧，我来分享我的物件好啊，等我一个哦。安尼，我家分享规个画面。等我一个。好，我要来分享。阿英可能嘛会知，就是迄个我的志工服务是为3、4当前开始去沾涉各种服务的经验，就是迄当中是我读大学4年啊开始啊去我是伫新店的清大咧读册，迄阵是伫清大读册，啊，迄当中我去参加一个计划去山顶。甲山区的所在，甲遐个学生，哦，因遐是算是偏乡的国中，啊，因为因遐个国中的学生，因普通时因兜是拢住去较后壁，去较深山内，可能离伊的国中可能2、3点钟以上的车程，所以因大部分拢会住伫宿舍的，住伫学校的宿舍，啊，所以平常时因暗时就会需要有其他的老师还是志工去甲协助因的功课啊，还是去甲因陪伴安尼。啊，所以我迄阵就是参加即个计划，啊，就去尖石国中去做志工安尼。啊，迄阵去做志工，每一个学期嘛，拢会去因实际去到因兜去甲因看看，去甲访问，啊，去看因兜的状况啊，还是去甲因兜的人开讲安尼。所以即几点就是迄当阵去，迄当阵拢会讲后山吼，啊，因的后山一寡部落去看卖安尼。啊，比如讲即点就是迄个新光国小，伫咱所讲的芝麻库斯的对面的山头，一间小小的森林小学。想要去遐服务咧。是啊，遐真正足水的，真正足赞的。但是迄来巴坐车爱6点钟久。哦对，我为新竹市到遐着爱3点钟，所以来回可能搁较愈久。然后阮迄个时阵嘛有咧考虑讲，敢若去遐服务，但是后来阮经伊两个大哩讲笑。迄去啊来回一工，可能来回应该着开一工的时间。对，这一定爱带暝啊。啊，所以迄阵，阮去迄个国中，不只是教因功课，啊，嘛教因开讲陪伴因。因对因来讲，因只是14、15岁的囡仔，抑毋过因需要长时间住伫外口，
含厝邻分开啊，住伫学校，所以对因来讲其实嘛有淡薄仔无适应，也是因有一寡成长过程当中会拄着一寡问题安尼，啊，所以咪去甲因陪伴。啊，这是迄当阵我带因做一寡，因为迄阵因迄个会考科刷啊，带因做一寡实验，做一寡 DIY 安尼，做一寡科学的佚佗物啊。啊，这是一直到，因为我迄阵带迄届是国三、国中3年啊，啊，带到因毕业安尼。这是我带的头一批。啊，这就是其中一届去无共款的部落，啊去看因迄个部落咧掠鱼的器具啊，啊因掠鱼的文化等等安尼。啊，即条相片上特别是，这是有一档的11月份的时阵，是普通时休假哦。啊，迄个工无要去克服，无要去做志工。迄当中我住伫学校。啊，希望我接到一通电话是我的学生敲来，伊讲吼，老师，你即摆敢有闲？我即摆伫恁学校隔壁呢，你敢有要来找我？我迄阵向伊甲我讲，因来山骹，因要去考因的母语认证，啊，向甲我讲，因为附近啊，叫我买物件去互伊食，去买粮的啊，啥物安尼。所以当初就买物件去下面开讲，去算安尼。啊，这是其中一个头一届的学生，一直带到伊毕业，伊上高中。啊，其实做志工，除了是迄段时间实际去教因功课以外，较侪时间是咧开理讲，教因开讲，教因陪伴因安尼，甚至是到高中，还是因开始。做头路嘛是拢会继续甲因做关心安尼。啊，当时有几场含囡仔佚佗的画面，啊，这点是我研究所毕业的时阵找头一届我的学生来做翕相安尼。好，大概是安尼。啊，这是某一届去马里光部落迄个。含因遐个时大人去开讲，啊，因甲阮做因传统的迄个食米，大概是安尼。以上。好，刚到来问问题。啊，无我问题。好，你讲。你拄仔讲迄传统的食米啊，迄介像是台湾族的吉拿夫呢？哦，系对啊。伊拄仔迄个阿嬷，虽然阮是去台燕的部落，抑毋过迄个阿嬷伊是为台湾族去搬来遮大的，所以伊甲阮这是台湾族的物件。毋是嫁去遐哦。嘿，对。是嫁过安尼哦。嘿，所以虽然阮是台燕的部落，抑甲阮做的物件是煞是的台湾族的食物。哦，好，安尼好无？迄是虾米活动？为虾米会当去斯拿库斯的学校？哦，迄是至善基金会，就是至善基金会因的一个计划，因拢会每一学期会找大学生来做志工的老师，啊，固定每一个礼拜可能一天还是2天的暗时去因的国中去做志工，去做客服老师安尼。啊，每一学期会找一个时间，啊，互大家实际去到后山去因兜，甲因看，去看因兜的种情形安尼。了解，我正有捐钱去志贤基金会。哦，你有捐钱哦？啊，你应该有收到迄个卡片哦？你敢有收到卡片？敢若无咧，我无收到。哦。阿姨嘛有去啊。我来补充好啊。你讲。我来补充就是，我是2年仔的时阵去参加的，即摆是第3年。啊，我迄当阵啊去参加是因为我大学的时阵，我即摆啦，毋过是我2年仔的时阵是参加迄落原住民文化服务社啦。
迄当阵都有咧接触即款的议题，还佫有原住民的学生仔，所以我就对遮议题较有兴趣，我就去看到即个即个基金会即个活动，所以我就去参加。去参加我就感觉讲，即个活动会当互我搁较了解原住民的各种的学生仔，还佫有我感觉就是每一个学期我上期待的，就是会当去部落看学生仔因兜去算是一种学习，嘛是算是一种嘛会使讲是一种佚佗啦。我感觉迄足趣味的，因为逐摆拢会使教阮做一寡有诶无诶，像有一届就是看一个妈妈做一个迄落写字，咧写鱼仔诶迄种写字，还佫有去田里斗相共啊，还佫有去厝竹做迄种做猪，还佫有做碗。我逐摆拢，你讲。我讲佫有做杯啊。嘿，对，做杯啊！我逐摆拢足期待迄种暗时逐家都活伫迄火炉诶边伫遐食饭，伫遐烘肉，佫有开讲，可能佫讨论学生仔诶状况。我感觉迄种暗时，迄种暗时就是足chill就是我足介意即种感觉诶。就是因为伊迄是一学期诶去一个部落，其实尖石诶后山有足侪部落，所以每一学期拢会轮流去无共款诶部落，去看无共款诶风景看无共款就是学生仔因兜有可能就是每一个部落诶感觉拢无啥共款所以我逐概拢足期待有当时我就感觉讲我即学期足忝，我无想要去毋过我就会足想要为着迄届2工1暝迄个活动，阁想要去，对我感觉就是即个计划，互我学着足济啦，嘛逐概拢嘛足期待的安尼，补充，就是我甲阿东的熟识嘛，是因为即个活动甲伊熟识的。对。我记迄阵，因为迄阵咱同一学期有参加嘛，我记是你和恁朋友咧讨论台语的问题，我敢若可能听甲挡袂牢着，我就插嘴。敢若甲你问问题，还是甲你应啥物物件，所以才开始开讲。我的印象是你甲恁朋友咧讨论，我是滑头过讲，你咧讨论台语哦，都差不多，即个故事。对。你即学期敢嘛是有去有我即学期嘛有去。即摆因为学校教室咧，就是拆掉，规个拢拆掉，要翻新，所以因即摆拢伫宿舍遐咧教，就是暗时迄落迄啥物教功课的部分。对，教功课的部分，我拢伫宿舍内底，嘛足趣味的我感觉因的宿舍嘛真高级，新的新起的。安尼说来，我有人有问题无？刚有人来问问题。有无？无话着后一位会当来分享你的志工服务。我小讲一个，想着，小等吼，几个为零吼。
share 分享。哦，啊，即摆敢有看？就是这等诶。好。哦，啊，即摆是一百个 Google 地图啦。哦，就是我会记得2007吼，2007年吼，迄当阵，阮学校就是甲这阳明大学，就是即摆永高大啦，吼，两间学校吼，做一个去推动一个健康促进的计划，吼，也是替这流亡到印度的西藏人，吼，就是做一寡嘛是做义诊啊，佫有一寡算是讲话吼，才会支持的计划吼。先来讲这定哦，这号定号做巴拉库佩吼，巴拉库佩是南印度的一个算是小夸乡镇吼，一个庄卡的所在吼。要去吼，头先着为台北吼，桃园坐宝灵机到曼谷吼，到曼谷半机吼，煞来佫坐到迄个巴拉库或者即摆号做班加路吼，较早号做较早号做班加罗吼，班加罗是算是印度的锡国吼，就是亲像 Silicon Valley 吼，美国加州的 Silicon Valley 吼，佫坐车坐到一个较细的城市，号做迈索吼，这是一个城吼，佫爱搬车到巴拉库佩，毋则为台北吼，就是一个透早吼，起宝到巴拉库佩就是深夜就是深更咯吼，就是暗时10点啊吼。这个所在是一个印度人所住的所在，边吼有算是一个互西藏人开垦的吼，一个算是差不多5公里吼，到5公里安尼4方公里的所在吼，互这西藏人，我会记得有1000外人的款吼，会当互大家看一寡遐的光景吼。这是我看卖吼，这是印度人迄巴拉库佩这个小镇啦吼，有未通啦。因是讲啥物语言啊？因西藏人就是讲藏语吼，就是西藏语。印度人是有讲南印度的一个语言吼，嘛准算是迄个官方语言啦。会当看英个字吼，看卖敢有这扛棒，会当看到迄个字，迄个字毋是北印度的迄个梵文啊 ，Sanskrit 就是别款的即款的吼，就是要看袂输这缅甸的这文字啦，就是较圆吼，就弯弯翘翘的即款的吼。这是这手边是一个我会记得嘛是。为美国来的，美国来的，嘛是这个 NGO 啦，就是非政府组织啦，吼，是去换钱啦，换这印度的这 Ruby 啦，我看有啥物较内面吼，就是因坐车吼，就是有这算是坐骑乌托拜吼，内面前3个人的这号做 auto rickshaw， 就是用这机车吼来，亲像一个海洋吼，这小客车轿车吼来载人安尼。你敢讲听有英文？你敢讲听有英文？伊讲的英文有一个。就是口音吼，就是这印度口音嘛，吼毋过这就是草地庄卡所在的人，就是较听无英语啊，是正实的吼。我看卖有啥物较这是头一算是第2是第3天吼，就是这个就是西藏人学堂哦，学校的这个教师校长吼，做一个简报吼，是讲是说明
是怎样咱要来到招吼退因这治疗的工课啦吼。这是我会记得这是校长，这是校长。这是咱，这是阮就是代代甲用名的学生，就是大家就是算是嘛是自我介绍啦吼，安尼，刷来一礼拜吼，就是退因这小朋友吼，今仔因这小学生吼，做一寡检查啦吼，看卖敢有吼，亲像这个，就是后来一礼拜吼，有三名医师为台北荣总来一名是这耳鼻喉科的，一名是皮肤科的，皮肤科是为着因这个就是这算是嘛是算是 boarding school， 就是这个学生是基本上是嘛是住伫学校内boarding school 有一个是3岁在困的就是安尼算是年轻个久就是逐个人全世各有一寡皮肤病啦亲像脉痛是湿疹这个问题毋则就是原就就是请这个医师来看就是有设一个算是简单的医疗站就是一个来甲伊看通身躯的皮肤看倒一个所在有啥物这个样有这个病的嘛有教因怎样来摒扫这学堂这个环境伊就是除了有皮肤的问题以外佫有因常常对这较暗的这电荷下骹读书久嘛是有近视的问题啦毋则就是咱我管请医师有一名嘛是眼科医师啦落尾咧就是因佫有请阮食饭就是因诚好礼甲阮款待啦因嘛是诚好客的人伊讲若是无请阮因备办的这零茶啦、茶饼啦因会伤心嘛，流目屎安尼对，就是这就是伊学堂就是学校的边一间就是较细间的这算是一个诊疗所啦迄是佛教的学校。对，伊是算是总团佛教的，对总团佛教佫有分4派因是上古早的红派就是号做灵马派这款教派是我会记得是就是西元7、8世纪就有即摆后来就是上有势力、上有势头的是14世纪才有的黄派就是即摆的达赖喇嘛即派的佫讲倒来就是阮就是有分三个梯次的人入去毋过就是主管这名称是有限的，就是名称的也是有限的毋则就是头一批三教的人爱甲这算是开垦区的这喇嘛就是斗阵来徛毋则我有一个日是甲遮的这喇嘛就是带动上一届放街啦就嘛是诚趣味因无电就无电毋则要爱写报告，就是爱趁就是日时有人甲电脑砸过来的时阵会拍字啦暗时就是无电电啊就是有咧就是点点蜡烛蜡钉日时无热水嘛无烧水无滚水就是嘛是趁日时会洗身躯暗时就是无倒水就是淋水这是反对就是到我就是斗阵
起来遮个喇嘛啦，吼啊，为上大汉的吼，就是到遮树边吼到上细汉的，我会记得就是10通人吼，啊暗时7、8点因食饭饱，伊会伫这有边仔有小可有电火的所在吼，啊是有这点蜡烛吼，啊点这佛经啊，吼佛经还嘛真趣味，啊边仔这三个人就是这是这是艰苦的。台北荣总的眼科医师吼，啊，这是耳鼻喉科的医师吼，啊，这两个是阮的同学嘿，对，系阮自招巧有一个即啦，嘿，就是嘛算是真趣味的代志啦，嘿，多谢。后来吼，就是大家学校吼，各位因家己的。随个计划吼，就是变成讲一间学校负责吼一个活动安尼嘿。阿姨请讲。我头拄有小可拍迄个地号名入去地图，Google 迄个地图，结果我发现我想要求迄个人去看。迄个所在是到底是生做啥物款？结果我无法度，毋知影是安怎，毋知是因为迄个地图可能较无迄落 Google 会车去遐，是安怎奈拢看无遐内底街景。哦，你是讲我拄则介绍的这城市是毋？系啊。对。哦，对啊，就是。2007迄阵无 WiFi 嘛无 Google 即款的啊，吼啊，直接就是 Gmail 啦，吼啊，就是要看办啥物车吼啊，拢是去车头吼甲人问的，对，啊，佫有2、3个有经验的，就是因头一年吼，就是在年有来的人吼，因凡说较知影讲啊，咱若嘛是要办倒一款车，倒一帮车吼，要到什么出口咧等安尼嘿。哦，所以迄个所在是要较无遐济网络的所在，即摆也是安尼。即摆是我无确定啦，毋过我有听一个喇嘛好朋友啦，就是伫 Facebook 有时会小可啥就问一下嘿。哦，了解。所以恁去到遐差不多偌济时间啊？我会记得我是7月初7去的，吼啊，到8月初离开，吼，迄落摆我阁有就是安排一桩到北印度，吼，家己的旅行。哦，本底是要看，就是这个团内吼，有啥物人会当甲我做一个去啦。啊，毋过这虽然对计划拢无啥送啊，就是一个人是为 A 到 B 啦，我是为 B 到 A 啦，我感觉安尼较有损失啦。对啊，毋知我后来就是家己一个人行，吼，毋知我阁撞着足侪。不知算是恐怖还是，就是什么我的相机啊，互人溜去，互人偷摕去啦。吼，伫这印度的火车顶，吼，伫这为这什么所在卡库塔，吼，为卡库塔到瓦纳是这伊的圣城，吼，就是因要个性的人吼，因会送到瓦纳，吼，就是。互伊合法吼放漏水，吼流伫即个恒河内面，就是放水流安尼吼，就是一个算是因个圣城。吼啊，伫咧火车顶做咧过暝的火车的时阵，相机互人偷摕去啊！毋则我拄则点的吼，遮个相片是别人的相片，别人留落来的相片，我家己存无偌济。对，啊，佫有拄着一寡算是嘛是变现啦，遮个对。毋则我无建议查某人吼，尤其是查某人一个人去吼，算
总讲是大波人一个人，我感觉就是嘛是爱做伴去较好安尼。我真正袂使一个人去，一个外国人去袂使，因为我感觉因拢会有一寡手段，还是一寡讲话方式，家己变。像我记我迄阵去德里，就是迄个德里的时阵，我迄团要入去一个火车头，要摕一寡地图，还是摕一寡物件。个样有人甲阮走来讲吼，你袂使入去哦，你若要入去，必须要缴钱哦，你去大厅爱缴钱哦。我就甲讲，敢真诶，我只是你去大厅，毋是讲要去坐火车，敢需要缴钱？黑白片，发现是黑白片诶。对啊。讲一项就是我会记得迄当阵就是印度吼，伊个亲像国家公园啊，是啥物旅游的景点啊，迄个收费吼对外国人甲伊本地人是无同的。伊甲外国人扣亲像一个人500，毋过伊甲本地人一个人扣10箍拿定。对，差真侪，对，嘿。这年啊差得济。就是要趁外国人的钱啦。迄是政府因准的啊。对啊，伊就是家己写伫迄个门牌顶啊，就是写伫这入口。对，不过迄摆是有一个算是台湾去游，算是啥物？修行的一个算是尼姑啦。伊就晓踮伫晓甲这个人钱，就是讲伊嘛是算是喇嘛啊，实在又袂用诶，就是算外国啦，就是后来就是伊就是就是真够钱啦，毋则你甲我讨10箍拿定咧。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所以恁去的迄个所在，就是真正是医疗的资源是真少，所以恁对因来讲是算是足重要的，还是其实因嘛有在地医疗的资源，恁是恁去遐算是较像恁家己去看无共款的所在医疗的迄种要安怎讲，就亲像交流的迄种感觉，还是讲因真正？因迄个社区啦，有就是我若是我记伫无记毋对吼，就是有建一个喇嘛吼上时阵做算是护士即款的，即款的工课吼因晓无啥物较先进的医疗资源其实我去的时阵是第2年，头一档我有去申请吼，就是算是嘛是试面吼，就是就是互遮个大个教授毋过考袂掉啊，我去是第2年去的，头1年去因就有一个感想，就是因若是囡仔就晓2礼拜1礼拜2礼拜久无改变因的观念就是去的就是较无彩啦，就是后来因嘛是家己做，也是做家己的也是就是第2年吼，就是阮有算是引进一寡卫教的工课，就是亲像做导影片教因毋好配痰啊，手爱洗好势啊，才会较简单啊，会当减少因学着啥物病的机会啦。就是我后来感觉这是较重要的。了解。我感觉足趣味的去外国。对，去印度。反正做学生的时阵去后来就是无这个角度啦。后来就是换一个有就是有执照的医师就是另外一款角度啦。歹势，我想要问，迄个所在食物敢有清气你食饭的时阵，敢有捌食到落屎？我想看卖哦。
迄摆哪像无，就是头先吼，阮有知影印度人，恁敢知影印度人食物件是怎样食的？就是因是用正手哦，因今仔会当用正手哦，倒手袂用的用哦，倒手是就是切骹床的，正手是才是食物件的，对，毋则又爱用正手来捏物件来食嘿，毋过迄个餐厅吼大部分拢有迄个湿文啦，吼，就是感觉就是手拉散啊，是油壮的，因会用湿文来小可洗一下啦，毋则加载无啥物大代志。哦，中东的人嘛是安尼款啊，用正手食物件。你是讲西藏人是毋？中东伊斯兰教的人。伊斯兰教我就较毋捌啦，伊斯兰教迄个中东我毋捌去，所以恁去遐的时阵，拢是用手咧食饭的，甲因共款的就对啊。若是到印度人的餐厅是用手的款，用手食饭。毋过西藏人伊嘛是用伊家己的刀，嘛是有迄个摕迄个汤匙，足特别。多谢。喂。安尼说来讲，佫有人想要问问题，还是要分享的，嘛是会使。对啊，剩10分钟。我敢会当佫讲。会使啊，你当补充。就是我顶礼拜去宜兰的故事啦。哦，你讲迄个，敢是迄个是无共。对啊，就是迄个。阮是阮真正准备足久，阮是旧年的差不多3月开始，我是迄时阵开始准备啊。本地是跳热要去啊，因为跳热迄个时阵疫情嘛，就是5月、6月的时阵开始疫情咧拖啊，过来就是无要紧，阮想讲就跳歌去好啊，结果跳歌去。要去前3工吧，接到通知佫袂当去啊，佫改到就是4月初2迄个时阵，就是去清明节的迄个时阵啊，去，所以准备足久啊，去4工。那就爽着。迄项目也是校举办，还是恁主动家己创的？家己创的，就是阮是全部拢是学生，无老师。有一个老师啦，但是是学校外口的老师啊。阮是去教育部青年发展署。就是甲因写计划书啊，去甲请款，就是募款啦，募款。啊，佮有去迄个公益平台去募款，安尼就是家己去写计划书，家己去写迄个物件啊，家己去弄去处理钱安尼。分享一个相片吼，就是迄个时阵，阮去的时阵，迄相片阮是坐火车去，去第一工的时阵真正大风大雨，迄时阵敢若风台天共款哦。而且佫是海边阮超就是就狼狈安尼，这是阮暗时咧
讨论，咧准备明仔载的课程，或者是咧算，或者是咧讨论。啊，这是过当工，就是这毋是，阮每一个人拢会有，就是牌啊，因为阮有一个真特别的规定，就是袂当叫着牌同学的真名，就是敢若会当叫绰号尔，就是像我叫做铅笔，因就敢若会当叫我铅笔，袂当叫我张德安尼。但是因为袂当互囡仔知影阮叫做啥物名，所以阮一定爱，阮就有即个规定诶。啊，搁有一个真趣味的，就是袂当讲歹话，就是若讲会当，讲爱罚钱，阮是有，就是约束讲，讲一个字罚10箍啊，尾仔去食火锅安尼。趣味。啊，第一工是去准备的，啊，第二工就是去，就是真正囡仔服务囡仔安尼。迄个时阵因咧，因为爱梅花座，所以拢坐甲做开。迄时阵阮去的正嘛是疫情，当要开始拖。迄时阵足惊，真正我就惊阮会搁延期，延到毋知倒位去。啊，但是因为迄时阵是当要开始，就是过两工就要去啊，所以就毋管啊，就直直冲落去安尼。这就是对啊，一寡相片。迄个学校就是边仔就是海安尼，就是足水安尼。阮放学了后，拢会去海边佚佗。阮伙伴会去海边佚佗安尼。啊，这是阮咧上课，阮有一节课是咧上同理心的课，啊，阮有设计足侪无共款的课，阮有同理心，啊，搁有啥物自我挑战，啊，搁有足侪，这是团队合作的课，就是叫因爱即个主题，倒一组较紧就会加分安尼。阮搁去，因为迄个所在离就是7边仔上近的全家都爱行差不多25分钟，所以阮就坐一工一日敢若3班公车尔，阮就坐着一班公车去便利商店买物件安尼。迄时阵阮搁伫车顶唱校歌，就是唱校歌，唱阮学校的校歌，足趣味安尼。迄时咧教囡仔耍，这个囡仔会一直甲我抱，那个一直念做伙。来就是过当工的第2工，着阮就是一定爱讲绰号安尼，就是一个课程。这是我设计的课程，就是我负责的课程啊。我就伫上，我就教因东亚的几个国家安尼。就是台湾、日本、韩国啊、中国，画图啊，问因对遮个国家有啥物印象？就是我上课的画面，较拄仔应该有看过。就是安尼，这是咧算活动，
是甲因耍，唱赢歌，即嘛是咧上课。我第就是去海边佚佗，足趣味诶，去海边佚佗。那个上尾一工，我们是坐火车去诶。哦，阮甲逐工，因为阮诶民宿毋是伫阮学校边啊，阮甲逐工去，逐工坐5分钟诶火车，坐一站去后一站去阮诶民宿安尼。这是阮逐工坐车。这是就是迄个棉花糖挑战，就是每一组会互因差不多20支意大利面条，搁有我真正袂晓讲台语，搁有胶带，叫因黏做伙，爱45公分以上，就是考验因的创意安尼。最后因起差不多64公分，足厉害，就是对啊。阮一开始迄是咧上面对挫折能力的课啦，迄是阮说过面对挫折能力的课，所以拄开始完全起袂起来，就是一直完全起袂起来安尼，但是后来就会当起足悬，这是上尾一工，阮甲囡仔的相片安尼。噔，OK， 我来分享到遮。OK。阿刚有人有想要问问题？阿英请讲。恁是几个人去办这活动？有几个囡仔来参加？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啊，就是本地是30个人，阮本地团队有30个人去，就是自发性团队但是后来因为疫情一直延期，就愈来愈少尾是敢若15个去安尼。对，就是阮过程当中个一直有足侪冲突就对啦，因为延期足久啊，就是怎么起笑啊？有几个囡仔？囡仔少少诶，囡仔敢若9个。本地讲是差不多20个哦。因为疫情搁因为延期，搁因为疫情尾敢若9个来，但是对。你嘛袂歹啊，人少啊，感情较好啊。系啊。你毋知影，筹备过程当中，冤家。真诶啊。对啊，但是尾有变较好啦，就是赢对了有和解。爱冤家安尼感情会变较好啊。但是足痛苦诶，真正过程是足痛苦诶，因为阮做侪物件拢爱家己来，就是亲像募款啊，搁有设计课程啊，阮课程嘛是，就是设计甲足专业安尼。感觉足敖诶呢。系啊，因为咱学着足侪物件诶。对，有影。所以恁拢是无啥物目的，就是想要去做即件代志就对啊。对啊，就是，对啊，就是拄开始有一个学长发起即个计划，其实这嘛是一个自主学习的计划，只是这是安怎讲？本地是伊的自主学习计划，后来就变做一个组织安尼，所以其实拢是
白手起家安尼。哦，就是家己去丢币安尼啊。足够诶，迄钱嘛爱去装钱，还是真诶困难。对啊。OK， 安尼感谢总的分享。安尼刷来，咱时间差不多，咱会当来做伙来看今日所记录到的迄个笔记的部分，我看卖哦。我甲放较大个。OK， 咱来看今日有记录到啥物事？对，这是今日的部分。好，头一个是就是顶届所讲的，算是跳过。后一个要讲的是华语的面试，有人讲会当叫做面接面接所以是按为日语来的面接，嘛有人讲面试，对台语和华语拢会通用面试的部分。富米咱一个朋友富米伊讲气面，这是我为伊的普文，就是旧年11月初7，伊感是去时代的款，就是伊当初因外妈甲问啊，伊就讲伊去面试还是领试啊，外妈就说试面啊，尼，伊就写伫伊的普文内面嘿。头一间听着这个词，一般就是直接讲面试，就是直接叫唤的。面试嘿。OK， 所以大家当家看倒一个甲关系。后一个是弦乐团，台语的地方叫做弦乐团OK。后一个是英雄联盟，叫做英雄联名，英雄联名，这个字是名啦吼，你当来甲考起来。后一个是跑跑卡丁车，咩啦讲台语，这咩啦翻的？毋知。跑卡丁车。真困难呢，真困难。系啊，卡丁就是直接用音译嘛，若跑的话。可能看伊的原文是啥物诶？伊的原文是啥物？这是日本来还是英语来诶？毋知日本哦。翻译是日本语啦，翻译是。这样，毋知。有可能咯。所以查看卖看伊的原文。他查来。嘿，啥物啦？万宝，敢是万宝？这毋是，这是。我吗？你啊！这久无出现啦。啥物啦？我朋友，我顶件应该真个足久以前诶。你今仔日去考试啊？你嘛是啊？你今仔日去考迄个客话还有我先去考泰鲁个，对啊。就无用诶因为普通时摆啦，我即马即学期摆啦，拢去罗山，原本拢去罗山上课，因为今考试，我就停考一遍。所以即马暗时，我今仔就回来嘿，所以嘛较晚一寡。拄好有停课。对啊。都知道，我考虑都是为韩国来啦。韩国。2004年的时阵嘿。我大一的时阵嘿。小。伊的英语叫做什么 ？Crazy Racing Kart Rider，Crazy Racing。Crazy Racing Kart Rider。小啥？小公车。小公车。小考金蒙公。这款问题爱问专家啊。对啊，这爱开时间去
去想去找。去一寡大学台文系问专家。因为台湾也有咧运作，这款游戏也有咧运作，在问有咧跟这款游戏的人啊，因是安怎有看有咧用台语讲这款游戏无？会使问因。这点问新河啦，个新河敢若一定先走啊，一定先入去啊，要紧。有机会大家咱来想看来吼。后一个咱要讲心算、珠算迄吼，会当叫做暗算。后壁暗算是心算，有人补充是讲，若即个汉语读做暗算的话，是咧讲暗算计谋的意思，所以伊无共款的读音会有无共款的意思吼。后壁即个是一个俗语啦，半名记写就是暗算。暗算 ，OK， 好了解。后一个是，OK， 心算就是台语、华语拢有咧用的是心算哦。嘛人讲心算，心算即个叫做基咱腔的部分啦吼。心算，爱记合喙吼，即个会来考起来。好，后一个是背骨，背骨就是背叛啊吼，叛逆、背叛、叛逆拢会使，背叛较好。背叛，我讲背叛较好。敢是是啊，嘛有即个意思就对啊，两种意思哦。嘿啊，背骨跟咱就是较侪听就是迄种乌社会乌道无，伊本来是即派，去个伊背骨，伊走去另外一派，安尼叫背叛。我想讲是迄种形容人的。人的个性。无我感觉伊甲挖一个背叛的意思，是豆豆衍生成叛逆，还是伊头先好讲伊个反社会？个伊原本意思就是背叛加接近。了解。好，后一个是数一数二。爱看背景啦，假使是讲好。真好的意思，会当翻译做真厉害。数一数二。譬如讲，即个人伊会表演数一数二，就会使讲伊会表演真厉害，水准真悬，等等的，所以爱看背景咯。我记迄阵是迄个应该是中地讲的数一数二的学校，我迄当阵所上的数是白头名的，是先头几年。我哪想安尼？毋是中地，是迄落啦。白头名的。水准先好吧。先好讲数一数二的 ，OK。所以我还是讲一粒一啦。一粒一啦。一粒一。Alice 头拄仔举手。我拄仔咧镜头看，我想讲即个事，因为我袂记即中地伊讲的背景是啥，我想讲可能有当讲是举头旗啊、举头香啦，我就讲盖天他啦，我就讲你讲你家己第二，就无人讲伊家己第一安尼啦。举头旗啊 ，OK， 冇听过。头旗，袂歹，即几项拢有听过。所以数一数二会当安尼讲。好伊迄当阵应该是咧讲伊生活，迄当阵是咧讲伊国校甲各种名次。拢排真几名。排头名安尼啦，差不多即个意思。所以我感觉可能头前真几个拢会使啦。后一个是忽然间就是雄啦吼，雄。就安尼，伊个汉语安尼写，这边无问题。后一个是有人读做U，无人读做 Q， 拢会使，这是拉扯艺术啦吼，拉或扯。U 人会使，还是 Q 人会使，拢可以。嘛有啦，迄个拔河嘛当讲 U 大色，嘛会使讲 Q 大色，可以。过来有一个是心寒，叫做庆心，是庆心哦。我即个词无听过，我佮听过切心的，
哦，会使哦。哎呀，我册心新下就当打讲册心呀。TS 好，册心庆心 ，OK。来一个是沉浸式教学，大部分咱拢会讲浸水式的啦，吼，浸水式。Q 考测部分有 T 结尾还是 K 结尾，这两种粒声拢有人在讲吼，这是无共款的 Q 考。一般就是讲浸水式，爱记合喙，这个考起来。后一个是注重，就是地动还是地中。我感觉袂当讲要义，敢会使？这是一个要义的物件，他比较注重的事情，要义。好，没。后一个是，嘛是注重重视哦，对中。哦，这无听过，对中。后一个是课纲吼，108课纲会讲课工吼，这部分题就是工哦吼，歌翁工。后一个是点阅率收看率，哦，会使，会啊，会通，再是呼吁的部分叫做呼吁吼，呼吁第8条的吁，入声吼，呼吁。有人讲，因看这个名词是我补充的呼调，呼调是教会部定写，教会部无写呼吁，伊写呼调，哦，了解呼调，呼调，这是名词的部分哦。OK， 好。变条第7条啦，头3是第1条，呼调，歹势。OK， 好，那个抄来。好，后一个是真几个意思啊，叮嘱交代吼，这咱讲欢呼啦，欢呼，这一定听到，无问题。好，后一个是这嘛是欢呼的意思，就是差遣啊，应该讲差遣，差遣，会当讲车还是驾吼？较好车架，嘛有当讲车架，对，嘛当夹起来，嘛当夹起来，好，这是差遣哈，所以嘛讲，哇，我用华语拍，好，车架，好，后一个是社团社团，这集团哦。后一个是绰号，绰号是其他的小名啊，吼，就是叫做偏名，这有人来讲偏名。这无问题。明天这个滚啊系讲法啦吼。上原本应该是明仔载吼，这是较无问题。话 Q 考叫做寒仔载。下载，明仔载，明仔日，阮兜是讲马仔，马仔，我甲报来，马仔是 MA9，马仔，下载，韩仔，马仔，OK， 一定阁有其他啦吼。刚有人问题无？放榜的部分就是放榜还是出榜？放榜出榜，我是拢听放榜啦吼。偏远山区我定讲着会是青山哪来，青山哪来？有人讲内山斗底。内山斗底，然后内山斗底。这是某一本册内底写着啊。这是我看这各语中，就是大师主播，伊就是逐工一字，有讲到这个词，
我记我顶下看到第一个事件是伫迄个乡书簿记内底看一个款，来算到底。哦，后一个是部落，这个无问题啦，部落。我会记阮兜讲来山斗底呢。恁兜倒是讲来山斗底？斗底第变调第7条。个你是讲斗呢？来山斗底啊！该袂是汉字是鬼刀刀的刀迄字，来山斗底，到底啊？斗底啊！斗底，斗底用刀迄字就较有通啊。我毋知呢，有可能。毋知，无确定。毋过我的印象是来山斗底。因为我听迄个声嘛是变调，敢若是第1条的感觉。来山斗底。即摆变第7条啊。系啊。那个到店有修即条词啦，其实伊就是写斗，嘿，斗拉个斗。毋过的确中部有所在，伊个第2条的变调变做第7条嘛有啦，就是我有一个嘛是全腔的台语盘，即摆讲话就是第2条变调变第7条。我无听过这个规则呢，无听过。好了解。第2变第7。好，后一个是部落，部落应该无问题。后一个是捐款，捐款有人讲低盐，对，还是堆盐？对盐。应该嘛是有人讲假虎啦吼。对。假虎是日本话。低盐，敢是日本话？对一个。迄个低盐哦。毋是队员是本再来有诶。OK。假虎是日本话嘿。好，知。OK，后下骹就写着假虎啊吼。一个是笑，桑一个。桑势，你是桑一个，我是桑势。桑一个，来桑一个。桑势是，敢是即个意思？桑势，桑势感觉是唱秋即款的意思唱秋。桑势无落势会久，会久。OK，桑，安尼桑一个。桑一个。桑一个，好。后一个是，这是啥物？我看下包车叫做海雅。这无听过。咱讲包车。海雅。OK， 好，头一间学着海雅。这是对迄个海尔来啊，是无？对。海。这条词是为迄个公司的友人的迄个嘛是逐工一句啊。学着的。了解。好。后一个是爬树，就是剪溜啊，吼，剪溜啊，这应该较常听到。卡梅拉吼剪溜啊，剪去。卡梅拉就是迄个翕相机啦吼。后一个是染病传染吼，画着。A 着跟2着。我记画听看嘛讲倒着啦吼，顶解迄个。倒着，嘛用诶。所以画着倒着拢 OK。后就是募款，木金低盐木款。个低盐嘛，当可以食。会用诶，队员嘛是 A 甲 B 扣钱，还是 B 是 B 甲人讨钱，或者嘛是2空，或者来往诶都会当算是队员。两种方向拢是共款，拢会使用。了解。另外迄个款嘛会当读地音嘛，有一个款。款。两个音诶。敢会使用总钱？
嘿，我是讲总钱较上是迄个，就是无钱甲人讨钱的款，就是无钱，就是假钱讲甲人讨钱的迄款的。我感觉募款是你总钱的其中一种方式。我感觉是安尼解释。我即个活动需要去，我是需要我去总钱，抑个我免哪去总钱，我会当去街仔路共募款，还是我会当去共抢。我的想法是安尼。总钱是我要收集钱，我收集钱的方法会当募款，袂当有别种方法。毋过大部分咱若社团要办活动，通常嘛会直接讲，我要去，就是阮无意思，应该差不多就是无钱，我要去。你社团要办活动，你要总钱，你会当去店家募款，你会当去甲学校申请钱啊。迄嘛是一种募款的方式。无你请钱就毋是募款啊，募款是你互对方愿意要帮助你，互你钱，迄叫做募款啊。若是你请钱，是你可能写计划、写啥物物件，去甲公家机关去甲请钱。我感觉有分啊，哦。了解啊，后一个是人辈叫做龙辈，嘛有人讲龙辈，OK， 这无问题。垃圾话是华语啊，台语？台语，迄叫做垃圾话。华语是。就是迄脏话。对。哦，这是袂要写脏话迄个哦。垃圾应该是会使安尼讲。垃圾话。无脏话。臭干胶啦。臭干胶啊。脏话。台语的解释就是干胶话啊。干胶话哦。干胶话敢若佫无听过，臭干胶。脏话。因为他拄仔讲到的是，不能讲脏话嘛。嘿啊，头拄仔本来是讲袂使讲歹话，毋过应该是歹话，应该也佫有包含迄种讲迄个人无好的话，毋过主要因应该是要讲袂使讲着脏话。我所以我感觉嘛是用臭干胶是臭干目胶。毋好臭干胶，毋好排嘴。臭干胶。臭干胶是臭干目胶，拢有听过。垃圾话。垃圾话哦，敢若嘛是会通。会通。笨色话，笨色话袂使，垃圾。笨色话较像迄种讲干话。系啊，我感觉垃圾话好啦，淡薄垃圾是可能猥亵还是脏的，拢会使。我把迄个臭干胶TSHOH 啦。好。对。再来是梅花座。让为济还是让为遮？让这让就是空一个啦空一个位置，空两个位置，让为遮，会通。再来是拥抱，头讲到囡仔人会甲你拥抱，迄叫做让，让就是不是双手，也可以讲揽过来一种感觉，让。是抱的是抱婴儿的方式抱婴啊，你就叫做抱，所以抱甲人分开。下骹就写着抱就是抱婴儿嘛若是摸就是摸物件啦，通常是摸一寡毋是人毋是动物的，搬起来或是环抱摸起来。后一个是民宿，是为日本来的是民宿，还是民宿？宿舍，宿舍，毋知本条是第4条。第4条，所以民宿，好，后一个是总钱 ，OK， 无问题，这是粗浅的总钱，了解。以上就是今日所记录到的大分数。